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實德金融嘅 Ferris。英鎊自從脱歐公投有結果之後咧，都係處於一個下跌嘅走勢，到今日為止已經係跌到落去31年嘅低位。英鎊究竟係咪低處未算低，抑或有冇機會去試呢個歷史低位1.0520呢一個水平呢？我哋先睇翻數據嗰個作為一個參考。禮拜一嘅時候，英國發布咗6月份嘅建築業採購經理指數，數值只係得46，係低過50呢一個盛衰分界線，亦都係比上一次同預期係差嘅。而尋晚就出咗服務業採購經理指數，呢一個數據結果比上一次同埋預期都係差。單以數據結果為例啦，都反映到英國本身自己個經濟係非常之疲弱，英鎊下跌其實都係好合理嘅。我哋亦都可以睇下最新一個事態發展，就係英國3間大型嘅地產基金停止贖回，原因就係受到脱歐驚嚇嘅投資者大量撤出呢一類型嘅基金。如果呢3間最大嘅大型地產基金唔停止贖回嘅話咧，咁有機會因應投資者贖回嘅狀況之下咧，佢哋被逼要賤賣佢哋嘅物業啦，同埋資產。呢啲物業包括咗由英國東北部工業地區嘅購物中心，以至倫敦市中心地段嘅豪華寫字樓都有。但凡有呢一種人為干預市況出現嘅時候啦，嗰個國家嘅貨幣或者係市況咧，都係會係有個負面嘅影響。因此，英鎊應該都會係蒙受下行嘅壓力。英鎊下一個要試嘅低位將會係1.2500呢個水平嘅，大家可以留意。好啦，今日就同大家講住咁多先，再會。